今年飛躍品牌大獎主題係專業、創科、雙循環。經過評審委員會嚴格挑選，我哋一共選出14個得獎企業同機構，仲有5位出色嘅領袖。得獎嘅品牌同領袖涉及範疇非常多元化，佢哋喺各自領域都非常專業，而且仲會運用科技走得更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ugo， 穗港鏈嘅創始人。咁我哋穗港鏈咧係一間專注於服務兩地跨境企業嘅商務服務公司，從最基礎嘅財稅服務啦，再到人力資源，再到一啲市場營銷推廣，都係我哋嘅服務範圍。因為咧目前好多港人北上啦，但係都有好多港商北上創業嘅。咁我哋咧係基於喺廣州，我自己咧本身係一個廣州仔，但係都係一個新港人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將兩地個連接做得更好更強，希望有更多嘅新港人可以融入香港啦，都有更多香港嘅朋友可以融入大灣區去發展嘅。咁我哋目前咧喺廣州嘅南沙有自己一個港澳青創嘅孵化基地啦，歡迎各界嘅朋友、各位青年人士上嚟我哋廣州南沙去開始自己嘅一份新事業。咁其實咧，好多香港嘅朋友而家都已經對灣區唔再陌生㗎啦。咁但係好多品牌啦、好多企業啦，可能都仲未踏足灣區嘅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其實喺啱啱過去嘅11月啦，搞咗一場香港國際品牌博覽會嘅。咁咧就好多港商上咗嚟內地，作佢哋首次嘅呢個品牌嘅展出啦，產品嘅展出啦。可能好多中小企喺本港都多少有啲知名度，但係喺大灣區咧，可能好多人未用過你哋嘅產品。所以咧，如果可以將好多優質嘅港企、優質嘅香港嘅服務帶入嚟灣區，我哋覺得會係一個更好嘅融合創新嘅機會。我哋希望我哋提供嘅服務啦，穗港鏈提供嘅服務啦，可以幫助到成個灣區更好嘅融合、連接同埋創新。咁最後啦，都感謝JCI Queensway 頒俾我哋呢個飛躍品牌大獎啦。希望我哋都可以幫到更多嘅品牌啦，可以有一個飛躍嘅進步，更大嘅晉升。OK， 感謝各位。